政府要来开放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，卫福部嘛重新来公布到民国108年的风险评估的报告，结论是针对各年龄层甲做月内的产妇，只有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风险，拢会当接受。药剂科医师严中海是来建议讲，含3肉精的猪仔食的北来啊，莫食，安尼较妥当。 卫福部公布委托生态医学院所做的风险评估报告，一开始就强调讲，做未来妇女一天食一副有莱克多巴胺的猪北来才接近超过标准，敢真会使放心？如果本身是有高血压，本身有心脏病，本身有什么中风，我们统称为心血管疾病患者，要记得说，就内脏器官还是要少吃。 卫福部公布的风险评估报告，针对所有年龄层甲做未来妇女进行评估。家人讲，食进口美国牛、美国猪，而且莱克多巴胺的残留量达到用稳的最大量。做未来妇女一天食一副猪油脂甲猪肝，评估的报告，所有年龄层的风险拢伫会使接受的安全摄取量10%以下。做未来妇女伊的风险提悬到89.9%，验过嘛是伫会使接受安全范围内。验过医院建议北来的莫食伤济。 任何的化合物啦，它比较容易沉积在内脏组织。用世卫标准进行台湾的风险评估，结论是真安全。不过台湾的食食习惯，甲其他国家无啥共款，甚至有法度适用，恐惊需要国家一优劣的科学证据。